係啊，我又叫 Apple 啦，我就喺2年前就加入呢個風信子嘅。我加入風信子嘅原因就係我係見到佢哋有個酒店課程啦，跟住就咁啱就見到佢有個托兒嘅服務，即係唔使係湊住佢返學，而自己就好辛苦咁一腳踢啦。因為呢個原因咧，就試下再去報讀書，跟住就咁啱就報名就可以即刻一剔過啦。然後就會覺得喺酒店課程入邊感覺自己就唔係自己一個人啦，起碼有啲同路人，就一啲年輕嘅媽媽都會好似一齊 support 你啊，會一齊傾偈啊，跟住做埋朋友添。咁我除咗淨係參加酒店課程之外咧，就仲有參加佢哋其他嘅可能活動啊，或者可能help 下幫下其他年輕媽媽手啊，去出下活動咁樣。即係加入咗風信子之後，就會覺得好似個人就比以前主動咗啦，會多咗出聲，話自己可以去嘗試去唔同嘅嘢，去幫下出下活動啊，或者更加去不斷去嘗試唔同嘅活動。